这3、4年的时间，阮两个咧学做老爸老母，可能困袂饱吧，还搁想办法写歌。咱唱互你的歌好不好？好啊。我在要唱我拍鼓。好。你要唱我拍鼓啊？迄天半暝，你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，阮用温柔等待，期待甲你相会的时，陪伴你行一条起起行行的人生路。每一蕊花，拢有家己想要展现的姿势。要安怎开花？不免向啥人来解说。爱家己，爱别人，亲像我爱你。你是独一无二的家己，走向心所望的所在。你有独一无二的名字，追求的美梦，在你的心内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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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修，有没有赶紧修啊？每天的行程就是想办法先让他在早上把电耗掉，下午才可以睡觉，这样晚上才可以表演。然后你想看，我们白天还要先耗到一大堆时间陪他玩，然后现在又夏天，台东又热，我们刚刚是要个 N 球嘛呢，对吧？所以非常刺激啊，但是很好玩，好像还蛮好玩的啦。再来讲我跟他的一种心灵的对话啦，啊，其实我嘛不在意听，我听过，是啊，安娜。过来要唱啥呀？哦，好啦，你的提倡我莫讲伤济话了，多谢多谢。每一蕊花，拢有家己想要展现的姿势。要安怎开花？不免向啥人来解说。爱家己，爱别人，亲像我爱你。你是独一无二的家己，走向心所望的所在。你有独一无二的名字，追求的美梦，在你的心内啊，今仔以后，你会要去学讲到底要怎做一个爸爸，伊要去学习，每一个囡仔拢是无同款的性啊，他的特性一定是与众不同的，你的人生拄才开始。你的人生是你的人生，无人会当来拥有你。你的身躯，你的灵魂，自由自在，无属于这人。伊是再会，再到最后一届，毋才是你甲我再会，还是我甲你再会，咱拢毋知。嘿啊，到有囡仔嘛是共款啊。嘿啊，你永远没办法想象的，到底你会先跟谁做最后一次的再会。每一蕊花，
拢有家己想要展现的姿势，要安怎开花？毋免向啥人来解说，爱家己，爱别人，亲像我爱你。